我两三年讲台湾教会若搁伫你诶入来做义长诶入来，若搁举行这正月诶即个早餐基督会吼，你来参加，我无来迄落就算是来教者。袂当分辨，真侪人袂当分辨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爱讲讲，这是一个好诶机会啦，互人搁反省基督教是啥，啊搁互即个基督教会以外诶人，知影讲基督教应该是安怎。即咱若莫讲别项，人家讲这基督教对11世纪到13世纪吼，伫欧洲诶这十字军东征吼，迄个历史来看，就通了解讲是安怎。10年前9月11日，吼，这回教诶这极端分子会通来弄这纽约啊，共和行动。这1000年来万年继续到现在，这中国战争咧。当时的教安怎讲呢？恁若去这巴勒斯坦开始这个回教徒，这是上帝所愿望的。啊，有一个国王去甲去巴勒斯坦了甲这遐回教徒和解咧，伊转来了国王甲丢出去了，讲你无遵咱教会命令。所以，知影历史实在是恐怖的代志啦。这个。古代孔子迄部讲一句嘛，讲啊，迄个咱们孔子做春秋嘛吼，啊，迄个乱臣贼子吼，跩迄个惊会惊，教会就是爱知影这真正的情形。啊，若讲在情形是安尼，讲你是异端，我想这是一个真唔对的一个想法啦，不过。这也毋是咱大家的错误啦，通讲这是新人教育的错误。我怎观察了台湾会安尼，台湾教育安尼，是所关键就是新人教育啦。新人教育无得要教这学生吼，历史安怎来，演变安怎来，可能先生嘛毋知影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啦，互咱知影较会晓，袂当讲100%。他讲什么是真正耶稣这个对耶稣来，什么是毋是？那是安尼耶稣就去电视视去，无必要嘛。要真来要讨要看真爱的，那得安尼。这头一人。所以我头一人爱讲的是讲，伫一帮的选举，阮伫台湾看到，大家人拢尽了真大的气力，所以批评批评总是。批评真正拢是局外者，啊，无了解民进党怎样在面对3个国家来围攻的迄个情形，这是我头一点爱讲。第二点，我爱讲的第二点是安尼，这帮这民进党到最后，迄落无成功。真大的理由，就是讲无破这个国民党的功啊，无破功啊。就是国民党咱知影讲，伊要用百般的方法，无用其极用迄款方法要来继续伊的政权，伊最后无都是要台湾中国统一嘛，这是政治的问题，总是。问题是讲，牺牲台湾的主权来互这个中国统一，啊，去共产，头我讲一句话，讲基督教观念，严格讲起来，基督教甲这个共产主义是袂配合一个物件。1950年吼，这个瑞士就是人间包，对这个汉格里的这个革命吼，针对共产国家，伊写一个真迄个包容的批，迄个真做新人界一个真大问题。你写卡包，当时反对这个纳粹的这个政权，什么搭这个包容这个迄个共产主义的政权。换来讲是讲基督教的精神，无法度耶稣基督的精神，
无法度通包容这基督教，这共产主义的种。所以讲，我是基督徒，总是你让我做生意，这不要紧啦，你做生意总是你的自由啦，总是为着迄钱来牺牲你的迄个台湾人的将来。我想这已经是甲基督教的这个精神违反，所以后阵你讲是真对啦，即摆真拄着吼，就讲几句嘛。人家东方西也讲几句嘛，是不要紧。所以我来讲是讲，这帮迄个民党无破这个国民党十几年迄个讲啊。当问题是讲，这毋是什么人所在？可能是民党内面的人来无人呢。即我民党内部的人，无论是柯信良，还是讲这什么人，军内人，拢是这国民党栽培的人呢。所以因的心内心底，也有存一担对这个国民党一款的心呢。咱会记得，这个国共这混战的时候是清党嘛，清党是需要咧。这毋是摆脱了。讲你思想若无正确，若无下伫咱这本党的这政策时，你都爱离开嘛。所以我是希望即回这帮的选举了后，民众会参啊来清党啦，启用这年轻的一辈。当然，你讲年轻的一辈，毋是讲年轻拢是就拢有智慧啦。像我即嘛小可有智慧咧吼，小可啦。总是听这什么人，许家新吼，讲得真好啦。当时伊讲的最后迄点，我就讲到，我就讲无对着啦。伊讲，恁伫美国的台湾人，当然伫美国政府，美国倒来做代志好啦，毋免去关心台湾。伊无讲毋免关心啦，是讲无必要去插台湾的代志，这款毋对啦。你看，犹太人先怎带哦，美国的一些个代到现在也是关心，无论伊伫什么所在，拢是毋在关心咧，所以关心的方法无相像，袂要紧，拢是像在关心，咱知这法恩斯坦加州的这个议员对真亲强的人咧，也毋捌听着讲伫美国的加州的台湾人去围伊的厝咧。这也是有的呢，这咱应该是做的啦，像即帮我嘛即款政策吼，就去到叫知影一下嘛。咱若点无知影时，讲我是对咧，无咱所拍啦，政治是讲啥代志嘛。我想检查咱要做的是非常多啦，我想这就爱做，不过国民党的迄个。无甲破讲起啦，这内部哪有问题，毋是咱外部那点。我只有在问在座的这个朋友中，台湾人，这个民众人敢有亲像这个政府创造的人，大概点咧？咱会记得孙子的这个兵法就讲，用兵之道是诈，爱欺骗嘛。咱台湾人上可以啦。日本人统治了上可以，国民党统治了上可以，所以这是咱的家己的问题啦。若要讲是咱家己的问题，我想这是咱的这个，到基督教会更较可以，基督徒就变做真甲世间无差，让啲人看到钱甲世间拢有差咧。这款实在足无诚实啊，无诚实的基督徒。伊若起来讲，做一个自由家起来讲，不要紧，你有你的立场，我了解。总是你讲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台湾人这才是我毋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我毋是基督徒。所以这是一个咱爱分别。第二项我爱讲，第三我爱讲的是讲，这民进党也是讲这个台湾人主权的奋斗，这种。也无找到这个解毒药啦。这至少因操纵了后，80几万个台湾人投因了，
遮个人无解毒，但要安怎解毒？18拍，这是一个解毒的对象啦，佫既得利益，就而公司，就讲无影的代志，有哪变做有影？种遮个代志拢互因讲去，佫咱上面无反攻，无反攻真济了，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太厉害，这袂选举的结果也袂，迄个结果，迄个估计拢正确咧。是不是？这种情况，跌破你的眼睛啊，眼睛。对啦。像我头我有听到讲，新闻咧讲，恁内底我讲，陈水扁最近迄个身躯无够来好，安怎？我有讲啥？讲身躯真无好，但伊就爱对历史交代负责任啦，这是一个，我郑学堂我唔要批评这个陈水扁啊，每一人都爱对历史交代啦。不过这点我爱讲是讲，当时伊在落台的时阵李前总统安尼甲批评啊我就上过头啦。我这点我是我有公开有写过，我就上过头。伊安尼点就好，你无必要讲什么无必要落井下石啦不过望伊要我的时阵会当写，我是先望陈水扁到伫这个马英九要就以前。选举了，会向台湾人道歉。恁8年，恁8年去将这政权交互我，无论什么理由，我总是去，对恁大家真不足。伊拢无要讲，我到最后望讲会听到伊安尼讲，伊无讲。我想这点是我袂当用解的所在啦。伊应该就讲一句。台湾人是真好心的人咧，会赦免你啦，这历史的迄落，转变。当然，该毒药要互这80万因所做出来这数额，80万的台湾人，到我马英九的台湾人，免怎互因解毒？当然，这帮的选举还了解是讲敢若用理想法度啦，咱有咱的理想，总是即摆就讲，这解毒的方法是讲理想甲既得利益，这利益免怎配合起来。台湾人的利益是啥物？这理想甲利益配合起来，才有法度通解毒这个国民党60多年来所留的迄个毒药。当然，这点。我想恁大家拢有恁大家想法啦，这毋是讲毋通去中国做生意，这即摆即款的经济世界化时阵，去倒做生意拢相像啦，问题是心态问题啦。像我即帮倒来选区的这台湾人这大商无一定拢是选国民党呢，表面上因用相同的方法，甲伊讲你无投马英九，将来恁就批顶案，用迄款的讲法，总是无一定大家拢安尼咧。所以这点是讲，遮个台湾人是讲，咱实际上来想，这理想甲这利益免得配合起来。但台湾人的利益是什么所在？趁钱嘛，趁钱敢是甲伫中国趁钱才有趁钱了，别所在趁着钱。即摆这个迄个2礼拜前，这个Time在讲这 China Bubble 在讲去一人讲。东南亚真侪国家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遮拢在地方啦。袂像中国像阿拉伯种颠倒之点这奥巴马无对称啦。伊像虽然讲咧，讲中国前后会当安尼操纵世界经济。